今早嘅姑娘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啟發，係關於究竟我係咪真係一個有用嘅人呢？喺過去20年嘅輔導工作裏邊，差唔多每一位嘅來訪者都會同我講，我覺得自己好冇用。咁我問佢哋點解會有呢一個睇法，佢哋都不約而同咁同我講，因為曾經有人同佢講，你好冇用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會唔會都停一停，靜一靜，問一問自己，究竟作為一個人，係咪需要有用嘅呢？又或者當對方同你講你好冇用嘅時候，會唔會我哋都停一停，靜一靜，問一問對方，可唔可以話畀我哋聽，我哋點樣冇用呢？又或者喺每個時刻，我哋都嘗試靜一靜，睇一睇自己究竟擔任緊一個乜嘢嘅角色。好似來訪者嚟接受輔導服務，我先至可以成為一個輔導員。又或者一個子女嘅角色，先至可以有父母嘅角色。如果冇父母嘅角色，亦都唔可能有子女嘅角色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睇到，其實我哋每個時刻都係互相成就。此時此刻，再問下自己，究竟我係咪一個有用嘅人？祝福大家。